大家好，我是 TCL K-Train 大師，歡迎來到講之講第19集。我今日會介紹的是屯門南延線。屯門南延線包含兩個新車站，包括有第16區站和屯門南站，預計於2030年通車。第16區站位於屯門河與海皇路之間，並將設有上蓋物業發展。月台兩側設有側線。名稱中的第16區是指車站選，只是屬於屯門第16區。車站的確實名稱將於臨近通車時決定。車站將選址現時的屯門游泳池及陸在屯門興建。為配合車站興建工程，現有的屯門游泳池、陸在屯門回收環保站和海皇路花園都需要拆卸，並進行重置。屯門南站位於屯門區湖景路，並採用開放式設計，而屯門南站將成為大西北唯一一個採用月台閘門的車站。西鐵規劃期間，根據當時九鐵的西北鐵路發展計劃，但按該計劃直接受惠的屯門居民就只有10萬人，餘下的30多萬居民則需要利用輕鐵或其他交通工具才可乘搭西鐵。因此，屯門區議員嚴天生要求將西鐵的屯門總站向南伸延，為屯門南延線定下雛形。屯門南延線在《鐵路發展策略2000檢討及修訂報告》和《鐵路發展策略2014》中被作出研究。顧問建議以高架鐵路的形式興建屯門南延線，由現有屯馬線屯門站沿屯門河向南伸延，並於湖景路上設屯門南站。2020年5月29日，政府向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屯門南延線方案，當中港鐵公司在最新項目建議書中，建議在屯門第16區增設一個鐵路車站，以及提供上蓋發展。2023年10月31日，屯門南延線項目正式動工。不知在屯門南延線的開通儀式的那一日，你會不會搭上頭班車呢？今日屯門南延線的介紹就完到這裏。下集我會講小蠔灣站，未完待續。